嗱，呢度係我哋嘅主頁啦，撳入去咧有地圖搜尋、人氣排名同埋 AI 圖片搜尋嘅功能。創作呢個世界熊貓地圖嘅理念就係更加多人去認識熊貓，佢哋關於佢哋嘅資訊，同埋有一個更加方便嘅方式可以認識到佢哋。我負責咗編程同埋啲資料搜集嘅部分。喺編程嗰度都遇到唔同嘅困難，有時真係揾唔到呢啲程式嘅錯誤出現咗喺邊度。我哋會參加更多嘅比賽，取更多編程嘅經驗。咁我哋咧推廣呢一個小程序嘅開發咧，因為呢個小程序係唔需要安裝啦，用任何平台嘅電話都可以做到。對於學校嘅推廣嚟到講咧，亦都可以免卻咗好多硬件上面嘅考慮，亦都方便老師嚟到開發。小程序加強咗人工智能嘅元素，令到學生可以用一個低門檻嘅方式學習用人工智能製作小程序。我哋之後落去咧，就希望繼續將呢個小程序嘅開發咧推廣俾唔同嘅學生，讓更加多同學可以發揮佢哋嘅思考、創作意念嚟到實現出嚟。呢個小助手係 focus 喺香港，但係你係去全世界旅遊，你都可以用到佢。即係只係需要同 AI 講你要係去邊度，咁佢就會list 出一個好完整嘅行程俾。咁受到師長鼓勵之後，我就係返屋企係做咗呢個旅遊小助手小程式。咁我諗之後可能可以加一個叫 MCP 嘅技術，咁可以獲取到一個旅遊景點嘅準確嘅經緯度之後，可能加入地圖，就喺地圖嗰定位嗰個你要去邊度啊，之後再規劃一個完整嘅行程，就同你講搭咩車咁樣點樣去咁之類。